阿伯只有几个礼拜，因为无喙齿，食袂落饭，体重快速下降，造成头晕目暗、走路无力等一连串恶性循环，互伊不得不求助高龄医学科。经过医生简单用枕头箍起来量小腿、测量手压的气力，来评估可能的筋膜减少风险。嘛，委由个案管理师实地用上新的3合一检测仪器来进行详细评估。好，开始，对，用力压最大的力气压，对，最大的力气。好，开始走路，对，走到底再走回来，哎，再转身回来。OK， 好。毕竟筋脉功能下降，表现出来就是衰弱无元气，走路速度愈来愈慢。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做的统计，筋膜量就是引发失灵甚至死亡风险的重要关键。肌少症呢，为什么在老年族群这么的重要哈？因为其实年纪大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慢性的共病，那加上退化性关节，好，如果说肌肉流失又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，很容易就是走路就不稳，然后没有力气，然后就会容易跌倒。那加上年纪大呢，又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那跌倒就很容易发生骨折，那也会造成家人的一些照顾上的一些负担。好，但是肌少症其实是可以逆转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更要提早去发现，那提早去注意。当然，人若老，上惊关节退化，加上筋膜减少、骨松作怪，拢是骨质的高风险。所以如何预防无撇步，得对训练脚腿力等适当的运动开始，加上营养的补充，甲筋膜架回来。好，没有轮子的椅子，固定式的，有靠背式的。好，但是我们背不要贴背哦，好，要坐直。好，肚子要收紧。好，那我们一次就抬一脚，抬一只脚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脚尖要往内凹。好，来，贝贝，你试试看。对，好，然后肚子要收紧，好，大腿要有紧度。好，那就数到10。好，我们撑个10秒钟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可以放下来。好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脚。对，撑直。脚腿若是有力，就当保护咱的脚头骨关节，嘛较袂绊倒，一步一步慢慢做，唔通着急，共同来对抗可能的危机。今日新闻，阮及何乔邦专题报道。